就以为我们弯弯高速16线的津贴，那所有的路面的材料就在这里勘察，所以才把人家大才有挖一个大龙槽，所以呢，大家今天也可以看到一个说，我们来到这里留个样。长城河那边流域可以挖了一部分才会去，工程部分比较远，但是到这个VAC的时候，其实马路都是一样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资金这一块，其实很多材料都吃掉。这边呢就是沙泥上的都比较紧致，而且下一个交通城市的沙泥料的话，地形呢也比较大，这边堆起来就是一个水上量，这边呢也是比较大一个问题。因为可能我们这边的话呢，跟其他东西差异比较大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们剩余的挖土的量比较大，可能就是5、3年这个目标的话，那10万担土的重点到时候应该不会出这个问题。这个话就是说。
lên chiếc đi kia rồi cái chế được giảm lông nó ta như lúc nói như chế lực mô thâu phunตัวcho nó thì chỉ giảm nó tái nữa